这手就酸啊呢。哎呦，好啊，你要完成啊！较紧的，我小朋友较等下啦，等下。哎呦，赞哦，真拍拼画哦。手先扛啊。安小姐，你还代表大兴号哦参加这画图比赛。啊，较认真的哦，我看卖你画啥看？是无？是。准对我甲你讲啦，嘿，老家队员吼来甲你做 model，一定会得奖的。哦，是安尼哦。是吧啊，不过我安尼看，安那看，跟咱无啥关系咧。无啥关系，啥子？啊，你啥敢若画轻尔，无画人？不是啊，阮摆遮尔久，你无路我甲我无话你去哦。哎呀，唔是啊，啊你人较济着哦，淡薄仔歹话，啊我就干那先画轻啦。哦，哎有道理咧，你真正无好画。对啊，抓重点就好。安尼既然你无啥物作用，来，问你后壁。好，再会。我唔是安尼讲，阮叫开半点钟的时间互你画啊，主要阮来遮是要来提宝藏的咧。重点是你敢唔知阮的名，我先自我介绍。哦，先介绍一下。小朋友看头前，大声讲出恁是什么队？我是高小队。哦，你是啥？刘伟博，我是志武，我是陈敬顺，我是骷髅钟。骷髅精4位小朋友来做 model。老钟，你若遮悬啊？你几公分171.4啊。好啦，莫搁讲落悬甲矮的代志。咱今仔日是要来讲画图，来，迄幅图我搁看者，因为你爱代表水无？代表咱去比赛，袂使后白凊彩呢。我看我感觉我这着优等优点。优顶的哦。哎，无，你画这轻哦，敢若有色水画唔对伊哦。色水哦。来检查，倒检查者。这照你讲，原本应该是什么色？等色。哎呦，单色。厉害哦！原本是青靛色。哦。因为这个青靛色是安怎？伊是古早人伫染布的时阵，有一种食物叫做大青，伊的色水吼染出来就是较深的蓝色，就叫青靛色。啊，这是对的，是青靛色。啊，伊画这唔对的是叫什么色？肤色。哎，肤色就是灰色。是。其实吼，有真侪色水拢是伫咧咱生活当中，啊，伫用咱的习惯，爱去号这个名。就亲像酒红色，咱会讲地瓜红。哦。地瓜红。啊，搁生活当中，你敢知影是用咱的生活方式来号名的一寡色水？桥啊。桥啊色，桥啊色什么色？紫色。啊，搁有青色，通安怎讲？草啊色，真好。啊，不过咱科技咧进步，生活嘛一直咧进步，有一寡新的色水的词，就亲像 Tiffany 拿，还是咱的玫瑰金。玫瑰金足水的呢。哦，啊个莫兰迪色系，莫兰迪的色系就亲像安那偏较普，安尼有了解无？色彩足侪色水的哦。真的呢，上对啊，我嘛想要学其他的台语提宝藏啦。哦，安尼哦。是啊，而且我拄则做 model 的。好啦，这是靠的呢。恁所有的人哦，拢遮尔啊拍拼要学物件，上届缘投，上届有智慧的，现老村长，台湾主编，就互恁来挑战啦。好，来咯，准备接招，进来吧。叫阮的名，即管是新鱼仔的挑战，恁虽然拢有一个称呼。看阮叫到倒一个鱼仔下落来，若伸到一尾鱼仔，就有一摆作答的机会。探险队，恁的皮得甲我平较红呢。今仔日来的小朋友，伫运动方面拢真厉害。哦，绝对是拍篮球的啊吼。有啊。啊，你拍什么位置？中锋。哦。中锋啊，中锋，哎呦，一定要这种的身高。敢有人有法度甲你抢迄个篮板？有啊。有哦。啊，竞选你的运动是倒一部分？跆拳道。跆拳道。我甲你讲，听讲伊是迄个拼死比赛的金牌。啊，金牌。是哦。是。啊，你准备好啊？来哦。进来噶，来。来，准备，好，啊，犀利哦，哎呦，来，顶杆，水，今仔日所有的题目，来，准备，Go！
点名病有关系哦。好，有，来，来宾，我大声的。哦对，来，来宾，唔通秘书大声甲读出来。哎呦，哎呦，厉害！干冰，袂歹无唔对哦。，干冰，甲喷落，干冰甲喷落。过来，Go！来收头我手就啊，你收头前啊。走较慢哥，你豆豆来，莫着急。走较慢丢，好啊，豆开，什么？豆开，唔对哦，唔对哦唔对，来丢，来，金，哎，还是鸡。金，你是金，我是金啊。报金，好来，啊！好，再一个机会好了。来，哎，对。好来，准备，豆豆来哦。豆豆来，压压饼，哎，哦，小编最厉害哦，来，挥，哇，厉害来，，什么？ pass，好 pass，滑。过来，去啊！啊！我替你烦恼啦，我替你烦恼。啊！基本刚pass，好 pass，好，来，准备，挥，会就好食嘛，会就好食。有，谁争气？滑唔对，滑。啊！来，最后一尾哦，最后一尾。豆菇，哎，大陆拼音较无法识哦。啊，所来这安怎念呢？气血开始上正确的讲法。啊，因为咱讲气话，啊，迄是咱生活当中，嘛是家己讲习惯，啊，就惯势安尼讲，所以咱搁念一解上正确的讲法。气血，好，安尼甲学起来哦。啊，这大陆拼音呢，你看，搁看有真足者。你看 TS 是知，啊 TSH 是吃嘛，知、猪、七、零。去病顶几工？七工啊，去病卡，三敢有人知影这什么意思？台上10分钟，台下10年。啊，对，啊，有就是这个意思。来，西装色，谁争气？好，真好，真好。虽然不是请坐地，啊，不过嘛是搁有一块大片啦。来，请摕。哎，咱来后壁看卖要大爷倒位啊。耍杯啊，什么呀？来，看你要搭在倒位拢会使。都一样的哈。好，来这。好未啊？好，第一关一块大片，来了，进行后一关准备接招，起来噶！好康到小报，一位队员换球台，看球扔去倒一空，另外4位队员要讲出相对应的答案。伫规定的时间内，看恁会当钓到几题，啊，莫阁惊啊啦，拢个 pass， 我的保障就安全啦。哎呦！好，来到这关，我跟你讲，有看到这个书无？是。有。你爱讲出有这个所在内面的人也是物件。好。 OK。哎，是安那队长你排伫第3位咧？因为我跟你讲，因为这位最厉害，哦，最有信心的。安尼哦。呐。这位你有信心无？有。哦。赞哦。我就是介这种气势。拜拜。好啊，准备好未？好。来哦，起来噶！来喽，准备。加油啊！老姜。爱点用的。先有点啊，先有点啊。先有就好啊，有就好啊。好，非常的冷静哦。便宜买用的，便宜。照卡买用的啦。哦。照卡有啥物？哇。冰箱，汤匙。汤匙啊。中破塞，中破塞，哎呦！来，来，照卡。来啊，搁
搁走卡。你去病院嘛？无病医啊，是去病院是抓好啦。病医一抓好了，病医啦。无代志莫去啊！上了莫去啦，他们就会上来啦。哎呦，真正去病院啊！病院有注虾，注射，火力酥，火力酥。护理师、护理师、医生、医生、槟城，凌晨，好，来，哦，这是出现咯！来啊！全部拢丢才会用的拢对，才有这个 bonus 加一块大片要去哦。病所还是要去倒？还是要病？袂当讲过哦，变数呗。病没出来，病没出来。变数就是咱下境仔的空间，所有的物件拢有。有马桶，没错，对，面巾，面巾、卫生纸、卫生纸、大小杯，有晒，好晒。有晒啦，有啦，做晒。来，这一定有的啦。变数卖个讲变数啊，无啊。去病院啦，搁去病院是抓。搁病这些啦，时间好。手术刀，手术刀、北人，大档，好，有西人，西人好，对。哦，会惊嘞，今日搁有时间嘞哦。啊，够有时间，咱凊彩啦。要要去病院还是要去倒卡较紧嘞？因为时间要到啊。来搞啊！有就好，有就好，有就好。啦，改一个，改一个，改，啊！走开。上，再讲一个。时间到，开始，来，头前呼吸，来，咱来看教室。好是。教室内面有啥？一样，豆啊，豆，册，册、公布栏、电脑，电脑、册包，册包、电脑。啊，电脑有当时会接什么？投影机。导演机。哦，对，好，来看卖啊，16题，16题，2题大屁股加上 bonus 3题，来请题。你去摕3题，你去摕3题啊，答去哦哈。咱看要答伫倒位哦哈。了转来，啊啦，松一口气哦。回文的拢会用答哦哈，凊彩你答，还当刷哦哈。好。好，来遮，啊，说你哦哈。袂歹。唉，想袂到叫人录转来，好要紧，来个上尾关，准备接招，品来甲。选你无唔对，这关要来看影片，影片内底会出题目，恁就要来判断，看倒一个答案才是对的。若是选唔对一摆，就会失去2位队员。含嫌对，我就要来看卖，恁有偌高选。啊！心听到这个声，敢若有淡薄紧张。有哦，无后尾啊！哦，你袂就上好啊！啊，今仔日咱的叶家姐姐要带恁去找一位正特别的医生。啊，到底有偌特别的？咱做伙来看卖一下。大家好，我是台湾世界走拍拍、探险亲像行走卡，非常勇敢的王一家。大家应该拢有看过医生吧？听讲这有一位足特别的医生哦，咱来去找伊看到底是治疗啥物。医生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医生即摆咧做啥物啊？哦，即摆要甲病人注射。病人啊？医生，我无看到人啊，人伫倒位？哦，即个病人就是长树啊。所以你是看树仔的医生？是。为什么树仔爱看医生？啊，因为即张树仔伊着病着糖，哦，那着病也是着糖，拢爱注射啦。嘿。爱摕针哦。是。安尼我敢毋当看卖？好，第一步咱先甲这树仔种一个空。哦。哇哦。空拍好了，啊，安尼当确定讲咱注落的药的部位是毋是正确的部位，注入伊的木质部。这就是针吗？嘿，这就是针。啊，即嘛甲药仔塞入去。这咱做了差不多1礼拜左右，吸收了后，迄药糖就会死去。所以医生安尼注射就完成啊？是。啊，除了医生，我想要请问，这医生平常的工作内容拢是啥物啊？比如讲，若是高速公路要做较快的时阵，吼，啊边仔的树仔，阮来去做调查，啊，但是若是拄到一寡树仔有破病，吼，啊是着糖的，吼，嘛会叫阮去看。拄则讲我破病，毋过我安尼行过去，安怎知影讲一个树仔是有破病还是无破病？
吼，一般阮会先看伊这叶啊是毋是有冷气吗？吼，啊是讲伊的树皮有落去，啊是有啥物旧空。是。啊有当时啊有的树啊伊会生灵芝，啊这灵芝的问题就足严重的。灵芝我就是灵芝是足好的物件咧。对树仔来讲，伊的菌丝会生去你内底，造成即个树仔会倒落。哇，原来学问遐尔啊侪，所以树仔破病其实是足危险的咧，而且对环境影响嘛足大的吼。是。所以人破病就爱看医生，树仔破病就嘛就爱看树仔医生。讲到医生，我就想到有时大人咧讲，做土水的惊掠老，啊你做医生的是惊治啥物咧？是治扫还是治老？做医生的是要治老还是治扫？做医生上惊啥物？是治咱的老气，就是变老；治变老，还是治你一直扫袂停？扫袂停。这两种。我刚刚是扫袂停。是安怎是扫袂停？恁过去敢有这种经验？因为真正感冒啊，你啊扫足久。有，一直扫闹啊，无爽快安尼。有无？确定？确定。惊治啥？扫。敢安尼？惊治啥？扫。敢安尼？无唔对啦，就是惊治扫，就像是头先讲的，啊，就是感冒所有镜头拢好啊，啊，就剩扫袂停，迄一个扫拢扫几个月嘛有可能。但是咱做总铺，上惊啥？中昼。正道。因为中昼你看，你时间足逼的，啊，你足早就爱起来传物件，所以总铺就是惊食到。安尼知影无？好，咱来看卖第二题。大家看即马穿的这个装备，就是除了伫个地面做事的树仔医生，嘛有要爬树仔的爬树仔医生哦。咱即马来访问咱的张先生，你好。你好。想要请问讲，咧爬树仔医生，甲一般我看到的树仔医生有啥物无共款？爬树仔医生主要是咧树仔顶悬看内底的树仔医生看袂到的所在，后期的树枝，破病的树枝，啊有问题，阮要甲治疗。台湾的爬树仔医生是不是足少的？对啊，阮要有爬树仔的技术以外，阮要有迄追求安全所仔的知识。所以爱会晓做医生，嘛爱会晓爬树仔。对。安尼树仔医生，咱即摆看这个树仔有啥物问题咧？有淡薄仔的打击，啊有一支树枝看起来有后气。阮等者要去顶悬看卖，伊有需要锯掉无？好，安尼咱即摆就来看这个病人伊的状况安怎？好。行。啊，即摆要去你啊！来1、2、3，来1、2、3。来，出来看你等我。1、2、3。好。徛着啊，徛着啊！哇，老师你爬足紧的呢。对。这个专业的。每一天咧爬到足惯势的。遮树皮拢是受伤的。对。就应该可能伊甲遮。哦，是哦，遐尼短。对啊，因为。为遮就开始破病啊。对啊。哦，细哩哦。这是重的吗？这卡。你还在用？不，你摕咧，哦，出重的。医生，安尼咱就治疗好啊？对啊，即摆就好啊。好，安尼咱会当落去啊。大家看到无？天拢黑啊！做树仔医生真正是无简单的，有够忝的。而且我拄则伫顶悬哦，医生叫我讲，来，你行过来，我拢唔敢顶动，有够悬的。所以我感觉吼，不管是爱注射，还是要去树仔顶悬做治疗，真正拢爱开足侪时间，开足侪气力。所以小朋友，咱平常时就要好好珍惜大自然哦。讲到大自然，我即马要来问一个甲大自然有关系的问题。请问，伫树仔底狗酒花，跟有毒鼠鸟是为树仔真好的鸟啊？这个观念是正确的呢？树头、高石花、甲毒树鸟，倒一个是正确的。你有听过树头若徛好在安怎？树唔惊树尾做风台，所以树头一定要甲顾好啊。
第一个，第一个。好，是安怎是第一个？我就是手头，树头高就会啊。嘿，要把那个地基扎稳，才不会倒。就是头先讲的，爱徛好栽，所以爱甲树头顾好。哦，所以刚刚是要顾迄石灰，会当甲伊固定。所以恁要选的是高石灰。对。好，来看卖一个，敢安尼？哎呦！对啦！我唔对啦，这有困难啦。老姜要分你啊，紧张到要分。你看遐个虫啊，伊就是惊石灰，所以咱石灰就爱固伫树头，差不多对涂骹悬差不多1米的所在。啊，讲起来，安那虫就爬袂起来啊，虫爬袂起来，伊就袂伫遐软空啊，伫遐夹，啊，就甲咱的树啊，甲害了，就袂伤害到。啊，咱的毒树鸟，其实伊会去找迄种较大气的，大气的迄个柴壳，去遐迄落做收，安尼了解啊？哇，恭喜2袋，通啊摕2袋大片，来，请摕。好，你加较轻吼，摕2袋。选2袋哦。直接摕2袋落啊，等会用啊，等你后边吼。马祖鱼来，袂歹呢，会当洗袂当洗哦。会当洗哈。袂歹哦。哇，6袋大片，啊敢摕到宝藏咧，做伙来看卖咧，引来卡。来，啊你有想要刷位无？来。啊，你刷。好。安尼哦。安尼啊。哦。好。来看卖一个，爱杯超过1空才有准绳哦。大力的哈。来，敢摕到宝藏咧，请杯。哇哦，哎，力这大呢。哇！因为你刷。唔是。哇！无要紧啊，准备要回头去摕宝藏啊！无要紧，这跟你刷位无关系，伊这就是命中注定。你叫这好呀，赶紧过来。嘿啦，安尼才有遗憾，命中注定。金箍箍嘛真水，我拍互你看。哇！哎，这金闪闪的呢。金光强棍。好啦，今仔日来参悟落来，心情啥款？回文有好耍无？有有欢喜无？有哦。啊，只有你咧。真好耍嘛，真欢喜。啊，真好。爽嘛，啊，刚才过来啦。对，有当就有遗憾，啊，再个后摆继续来一个动力。对啊。好，继续加油，恁真正是非常了不起。大爹。